来。 现成，佮重视教育的这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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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成。 因过去是伫家己嘛吼，因过去是伫家己嘛吼，因讲因家己过去是伫家己嘛吼，因讲因家己过去是伫前一天，因讲因家己照常来前一天，因讲因家己照常来。 老牧师，咱的少年老牧师，入来到伫新学院了。咱的少年老牧师，入来到伫新学院了。少年老牧师，入来到伫新学院了。少年老牧师，入来到伫新学院了。少年老牧师，入来到伫。 所以咱若敬虔，咱对上帝有专心，上帝要永永远远来祝福咱的家族。所以咱若敬虔，咱对上帝有专心，上帝要永永远远来。所以咱若敬虔，咱对上帝有专心，上帝要永永远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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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咱若敬虔。 咱对上帝专心，上帝要永永远远。所以咱若敬虔，咱对上帝专心。阮过去检测有热心，检测无热心。 阮若恳求主，你互阮会通通过安尼，甚至上帝你的带领，阮将来开拓教会，也是照上帝你的事，看这个教会要来兴旺见证你的名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我下面先简单几句来介绍神学院，其实甲我已经拢有讲啊，吼。
新学院伫2015年教育部入班了后，其实有真侪的挑战，主要是为着教育部有设一寡规矩，拢爱来甲阮审查，所以后礼拜会过来审查一摆，所以请大家为着这个代志特别为阮来祈祷。当然过去4个科目，阮已经通过3科啦，但是有一科爱搁审查一摆，所以伫后礼拜要审查。搁另外一项就是新学院的宿舍比我较侪岁，咱甲想看觅，迄50-60当前的宿舍已经真歹，最近开始一间，甲礼拜堂拢咧修理，现在连面咱会看到一个影片，咧修理的就是男生宿舍，当年我也是讲后来老牧师因少年的青年入来的时嘛，抑阁是住迄真旧的宿舍，即摆咧修理所以望讲将来一间甲修理好。所以真正欠缺经费。我甲咱大家头讲一项，我做院长时我毋敢讲啦即摆卸任会使讲。做院长时足无用，头壳内底规日拢咧想钱的代志，拢咧想讲要去倒募款。好佳在我敢若教一科尔伦理学，所以呢，我教伦理学是上课伫要教册较摕起来，紧复习者就去教。要教即摆较毋免遐无用，所以我2-3日前就足认真准备所以我我讲这是要互咱大家知影讲，做一个领导者的人真正是有足大的负担。新学院的老师，咱也望伊要会好，咱爱互老师毋通有遐尼大为着学校经济压力，所以请大家为着这个奉献。好，咱来看这个影片，多谢。没有声音没有关系，我来讲刚才那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院长，伊就是港大学的教授，蔡院长，这个是咱咧办迄个门徒营，要鼓励搁较侪教会的青年来读册。因为今年拢有疫情嘛，所以咱学生主动嘛办迄个伫网络顶悬来甲。
首长的名单如下，请咱家己看。第5点，10月29下午1点要举行中职动工的共识营，地点是伫社区发展中心的咖啡厅。咱要邀请现任甲新任的中职甲各部的部长机构的首长、团契会长来出席参加。第6点，本教会109年度第一学期的奖助金已经审查完毕，请申请的本人用贤干事来领取。咱的审查过的名单如下，请咱家己看。第7点，台湾三福的协会10月初5拜六上午10点半，要伫本教会社区发展中心的双大教室，伫举办第24届的导师甲队长的大会。咱邀请三福的导师、队长、幸福小组来报名参加。咱有备办午餐，请踊跃干事来报名。14点团契消息，家庭团契报告。11月20，就是礼拜5要举行304的一日游。伫当日的上午7点15，要伫社区发展中心的大门口来出发。请带健保卡、或是身份证，还有防疫的衣物。第2点，11月22日主日暗时8点要召开委员会，请各委员甲指导的牧师来参加。17夜是咱奉献的明细，请有出入的干事来更正。下面咱来看即礼拜的经句。我先读一解，然后咱做伙来读2解。若是恁掠服侍耶和华做毋好，今仔日恁着经恁所要服侍的，看是恁列祖伫大河迄边所服侍遐个上帝，还是恁所徛起因的地阿摩利人遐个上帝啊？轮到我甲我的家，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。约书亚记24章15节。好，咱做来。若是恁掠服侍耶和华做毋好，今仔日恁着经恁所要服侍的，看是恁列祖大河迄边所服侍遐个上帝，还是恁所徛起因的地阿摩利人的上帝啊？轮到我甲我的家，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。约书亚记24章15节。好，咱搁一摆。若是恁掠服侍耶和华做毋好，今仔日恁着经恁所要服侍的，看是恁列祖伫大河迄边所服侍遐个上帝，还是恁所徛起因的地阿摩利人遐个上帝啊？轮到我甲我的家，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。约书亚记24章15节。下面介绍咱家，咱请陈友新牧师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咱会早起真欢喜，咱教会出身前台湾新南院的院长，陈尚仁牧师，当来到伫咱的中间，分享上帝信息。上次伊嘛伫咱遮真简单，甲咱教会历史去回顾一遍。咱教会真正是上帝所赐福的教会，咱搁一遍用拍鼓甲伊说多谢。那么，请咱继续关心台湾新学院为因奉献甲代祷。第一就是老牧师的丈母，就是牧师娘的妈妈，伫咱的中间，请徛起来好无？好，欢迎。搁有几位新港教会、台东新港教会的长老伫咱遮，请你嘛徛起来好无？这是倒位？好，无要紧。毋知有第一遍伫咱中间做礼拜兄弟伫咱中间无？请你徛起来，互阮甲你欢迎。
若无咱时间到书会。咱三个来吟祝福册卷的诗歌，圣诗646首，耶稣调我来行天路。吟诗煞，咱请陈尚仁牧师来祝祷。主上帝讲：见若敬畏我、受我诫命的，我要赐福伊到千代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疼叹、圣神的相通甲保守，甲咱东门教会、甲每一个敬畏伊的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万世代无尽。阿门。
密道避讳。